来猜开，你有发现啥物？我大粒长头看卖。阿汤是阿菜嘞。哇，有一蕊花诶！这是苦瓜。哇，亲像我诶喙齿。搁切一把。咦，是汽车的车轮呢？这是阿嬷爱食骨头啊！咦，亲像啥物咧？搁切一把，敢若是迄，我袂记哩呀。啊，是大肠啊！哦，原来内底是空的。我另外一边切，哈哈哈，是有啥样呢？敢若未切开，你有看过无？搁切一摆，哇，是鸟啊呢！妈妈拢安尼切柳丁互我食，这边看起来亲像一蕊花。无怪内底有足侪籽的。咦，哪会变成一只猫仔咧？食泡面的时阵，目镜会看无？洗身躯的时阵，镜嘛会雾雾哦。爸爸的车窗若是雾雾，我会伫顶面画图。阿嬷讲，安尼去行会较清气哦。我来超市帮妈妈买物件。你有约着我妈妈要煮啥物无？是咖喱饭哦。我上爱食咖喱饭啊！这个学的人哪会一直对着我？爸爸讲迄叫做影。有光光的所在就有影。爸爸教我做伙算人影。阿嬷，你的裤袋仔内底有啥物？阿公，你裤袋仔内底有啥物咧？
妈妈，你口袋仔内底有啥物？啊，姐姐咧？啊，我的口袋仔咧？你看，啊，你的口袋仔内底有啥物咧？厝内底足暗的，今仔日足热。来去洗手，手洗清气才会使食物件哦。咱来找营养的物件。嘿嘿，我家己喙都毋是圆的哦。倒来一片。妈妈洗碗爱用水，洗衫机嘛爱用水，爱花嘛爱用水。讲话喙干爱入水，饼干嘛爱用水做？啊，搁有啥物时阵爱用水咧？行，带我来去看卖。公车边边仔的轿车较大台。这栋大楼是阮家附近上悬的，这边的树仔较低，这边的树仔较悬。我嘛比阮家的落去较悬哦。我的声音听起来拢无共款哦。